咁因為咧傳統嘅酸鹼值測試同埋 X 光嘅檢查咧，其實都有佢哋嘅局限性啊。咁咧，所以咧我就嘗試咧推出就係以實時超聲波確認鼻胃管位置，希望將實證嘅結果咧就為到俾我哋有需要嘅病人。美儀姑娘用呢一個即時嘅超聲波咧，去幫插胃喉嘅病人咧去確定位置嘅。咁呢個 set 咗新嘅 standard 同埋一個 benchmarking。咁而當中咧減少咗好多不需要嘅 X-ray 啦。呢個成果亦都得到總部 nursing 嗰度嘅嘉許啦，或者確認啦。咁而家個 study 希望可以再有更大嘅發展空間。我都希望nursing個專業咧喺另一個層面幫到好多手。